娛樂圈被一則重磅消息搞到炸開鍋，何超蓮同竇驍嘅婚姻疑似亮起紅燈。先係向太鎮南喺社交平台發咗段視頻，雖然冇指名道姓，但富家女下嫁男演員正鬧離婚，男方耗盡積蓄搞婚禮，女方家族冇提供經濟支持，房產歸女方，而且兩人未領證等描述，同竇驍、何超蓮嘅情況高度吻合。向太仲點讚咗網友嘅猜測評論，呢個舉動無疑令輿論瞬間就沸騰起嚟。跟住各種爆料就好似潮水咁湧嚟，送分居傳聞、未領證嘅細節，到三太派專機接女返港，男方索8000萬分手費被拒，再到婚前協議撞天價違約金條款，每一個爆料都好似一顆重磅炸彈，將呢對曾經備受矚目嘅豪門夫妻推到咗風口浪尖。咁何超蓮同竇驍嘅婚姻究竟經歷咗咩嘢？呢啲傳聞背後又隱藏住點樣嘅真相呢？等我哋一齊揭開呢場豪門婚姻嘅神秘面紗。何超蓮同竇驍嘅相識都好有戲劇性。據何超蓮自己講，兩人係喺一場飯局上知嘅。飯局上，竇驍主動上前搭訕，一句有啲老土嘅我哋好似喺邊度見過，就咁開啟咗佢哋嘅緣分。起初，何超蓮只覺得呢個男仔搭訕嘅方式好老土，結果之後先發現，原來兩人真係出席過同一個活動。呢次相遇就好似一粒石子投入平靜嘅湖面，喺兩人心中泛起咗層層漣漪。隨着交集慢慢增多，何超蓮同竇驍嘅感情喺相處中亦都逐漸升溫。2019年4月，佢哋喺電梯入面5吻嘅視頻曝光。跟住就好大方咁喺微博官宣戀情，竇驍發蚊，哈哈哈道 Hi babe， 何超蓮甜蜜回應，咁樣直白又熱烈嘅互動，瞬間就點燃咗網友們嘅熱情，大家紛紛送上祝福，佢哋亦都自此開啟咗高能秀恩愛模式。佢哋仲一齊參加綜藝追星星的人，喺節目入面竇驍會記得何超蓮唔食香菜，露營嗰陣單獨俾佢煮飯。何超蓮亦都成日講同佢發呆都好開心，呢啲瑣碎但又充滿愛意嘅細節，比任何豪宅鑽戒都更加打動人心，令眾人見證咗佢哋愛情嘅甜蜜同美好。佢哋亦都成為咗眾人眼中豪門愛情嘅範本。何超蓮同竇驍喺巴厘島搞咗一場盛大又浪漫嘅婚禮，呢場婚禮就好似一場夢幻嘅童話，吸引咗無數人嘅目光。婚禮現場佈置得好靚好靚，鮮花簇擁，燈光璀璨，每一個細節都彰顯住奢華同浪漫。何超蓮身着華麗嘅婚紗，好似公主咁美麗動人；竇驍就身着帥氣嘅禮服，帥到爆鏡。兩人喺親朋好友嘅祝福下，許下咗一生嘅承諾，嗰個場景真係令人羨慕到唔得。然而呢場看似完美嘅婚禮背後，卻隱藏住一啲唔為人知嘅隱憂。有傳聞話呢場婚禮嘅花費高達5000萬甚至8000萬，咁樣巨額嘅支出幾乎耗盡咗竇驍多年嚟喺演藝圈打拼所積累嘅財富。竇驍本以為呢場盛大嘅婚禮能夠成為佢哋幸福婚姻嘅開端，亦都可以令佢更好地融入何家。但婚後佢先發現，現實並唔係如佢所願。更加令人震驚嘅係，有消息話兩人結婚到而家都未領證。喺大眾嘅認知入面，搞婚禮係步入婚姻殿堂嘅重要儀式，而領取結婚證先至係婚姻受到法律保護嘅關鍵。佢哋僅僅搞咗盛大嘅婚禮，卻未進行婚姻登記。從法律層面嚟講，佢哋嘅關係並唔受婚姻法律嘅約束。呢個關鍵信息嘅曝光，無疑令呢場婚姻嘅穩定性大打折扣，亦都令外界對佢哋婚姻嘅真實狀況充滿咗疑慮，婚變傳聞亦都因此變得更加撲朔迷離。關於未領證嘅原因，眾說紛紜。有爆料話，賭王家族規矩嚴，自由戀愛結婚要自掏腰包，仲要簽婚前協議防資產外流。比竇驍嘅協議足足有28頁，核心就一條，財產完全隔離，如果婚未滿3年，佢手裏嘅股權要折價退出去。竇驍直接拒咗，撩下句結婚唔係開公司，呢一拒領證嘅事就卡住咗。
仲有網友查咗澳門婚姻登記系統，根本冇兩人嘅記錄。要知道何家有先搞婚禮後登記，過咗生育關再保證嘅傳統，但何超蓮婚後又話35歲前唔生小朋友，等於將登記嘅門都堵住咗。呢啲傳聞雖然未經證實，但卻令呢場婚姻更加充滿咗神秘色彩。跟住更多爆料接踵而嚟，有港媒爆料婚禮展係何超蓮媽媽三太圖嘅5000萬，竇驍只出咗500萬彩禮。呢個同之前通稿入面竇驍傾盡積蓄寵妻嘅講法大相徑庭，令竇驍陷入咗好尷尬嘅境地。仲有爆料話竇驍出資裝修何超蓮名下嘅房產，但因為產權歸女方被質疑人財兩空，三太被指嚴防資產外流。對比四太梁安琪對女婿新奇龍嘅扶持，被批隔局勢。此外，仲有傳聞話竇驍為婚姻推咗梁神好景知幾何等資源，事業停滯。2025年卻忽然復出連拍多部夫補缺口。何超蓮借竇驍妻子身份進軍內娛，接綜藝、拍電影，被質疑借用竇驍嘅名氣，甚至有爆料話竇驍意圖通過婚姻躋身資本層。要求進入何家公司董事會被拒。何超蓮喺採訪中透露竇驍性格強勢，例如佢為刮傷皮膚道歉。竇驍被捕追情曉月、鍾福利等富家女，擇偶模式引目的性爭議。呢啲傳聞就好似一顆火炸彈，不斷衝擊住佢哋嘅婚姻形象。而近期最引人矚目嘅爆料，莫過於三太派專機接女返港，男方索8000萬分手費慘遭拒絕，以及婚前協議撞天價違約金條款。有消息話，由於兩人婚姻出現問題，三太為咗保護女兒，派專機將何超蓮接返香港。而竇驍喺婚姻破裂後，向何超蓮索要8000萬分手費，但遭到咗拒絕。仲有爆料話，佢哋婚前簽訂嘅協議入面藏住天價違約金條款，一旦竇驍違反協議，將面臨巨額賠償。呢啲爆料令呢場婚變風波達到咗高潮，亦都令公眾對佢哋嘅婚姻更加好奇同關注。面對呢啲鋪天蓋地嘅傳聞，何超蓮同竇驍最初選擇咗沉默。自傳聞爆發以嚟，兩人均未喺公開場合對呢啲傳聞做出任何回應，亦都未通過社交媒體等渠道澄清事實真相。佢哋嘅社交平台上面亦都好少有關於對方嘅動態，呢種沉默嘅態度令外界對佢哋嘅婚姻狀況更加好奇同擔憂。多名網友喺澳洲悉尼目擊何超蓮同竇驍度假，呢場風波先至出現咗轉機。兩人身着休閒運動裝，身旁放置住衝浪板，全程有說有笑，姿態親密自然。目擊者描述何超蓮主動向路人打招呼，竇驍陪伴喺側，狀態好鬆弛。呢場澳洲度假被視作以行動替代口頭闢謠嘅升級回應。目擊者稱二人互動默契，竇驍幫何超蓮拿奶茶，相視而笑等細節被描述為甜蜜日常。之前同情竇驍豪門最細困境嘅輿論，轉向認可兩人用低調生活守護感情。網友批評向太模糊爆料誤導公眾，並呼籲尊重私人邊界。何超蓮同竇驍通過澳洲同腔，以最直接嘅方式回應分辨猜測。呢場偶遇嘅風波，終為喧囂畫上咗休止符。何超蓮出身於賭王家族，呢個係一個龐大而複雜嘅豪門家族。賭王何鴻燊一生有4房太太、17個仔女，家族資產涵蓋酒店、地產、博彩等多個領域，財富驚人。喺咁樣嘅家族環境入面長大，何超蓮從小就享受住優越嘅生活條件，但亦都承受住家族嘅期望同壓力。賭王家族對家族成員嘅管理好嚴格，尤其喺婚姻方面，有着自己嘅規矩同考量。佢哋注重家族嘅利益同聲譽，對女婿或者兒媳嘅選擇亦都會進行嚴格嘅篩選同把關。而竇驍雖然出身於蚊藝世家，但家庭背景同何超蓮相比，都仲有住好大嘅差距。佢嘅家庭雖然亦都有一定嘅文化底蘊，但在財富同地位上面遠不及何家。呢種家庭背景嘅差異，不
不可避免地會喺兩人嘅婚姻入面產生影響。從婚前協議嘅傳聞入面就可以睇到，賭王家族對竇驍存在住一定嘅防備心理，試圖通過協議嚟保障家族資產嘅安全。呢種門第觀念嘅碰撞，可能會令竇驍喺婚姻入面感到壓力同束縛，亦都可能會引發兩人之間嘅矛盾同衝突。除咗家庭背景嘅差異，何超蓮同竇驍喺生活習慣上面亦都存在住明顯嘅分歧。何超蓮係出名嘅精緻，日常出入高端場合，穿搭永遠一絲不苟，對生活品質有着較高嘅要求。佢出門必坐頭等艙，買奢侈品跟逛超市咁，喺消費觀念上面比較注重品質同品牌。而竇驍出身一般家庭，習慣省住嚟花，連機票都揀經濟艙。佢喺生活入面比較注重實用性同性價比，對物質嘅追求相對較低。戀愛嗰陣，呢啲差異可能被視為互補，令兩人相互吸引。但婚後就成為咗矛盾嘅導火索。就好似有博主講嘅，佢哋嘅問題唔係唔愛啦，係點樣用錢、點樣規劃，根本聊唔到一齊去。例如喺裝修何超蓮名下嘅房產嗰陣，竇驍出資裝修，但可能因為裝修風格、預算等方面嘅問題，同何超蓮產生分歧。呢啲生活習慣上面嘅分歧，如果得不到妥善解決，就會逐漸積累，最終影響兩人嘅感情。喺事業發展方面，何超蓮同竇驍亦有着唔同嘅追求。何超蓮喺商界展現出咗卓越嘅才華同能力，佢積極投身家族生意，不斷拓展自己嘅商業版圖。佢主導澳洲珀斯洲際酒店翻新工程，投入4億港元，將4星升級5星。雖然項目超支2億，但佢靠說服媽媽追加資金同團隊合作，令酒店開業後資產大幅增值，商業眼光得到咗認可。佢仲涉足餐飲、公益等多個領域，事業發展得好有聲有色。而竇驍就更加專注於演藝事業，佢為咗拍夫不惜付出好多努力，喺演藝圈亦都有着一定嘅知名度同影響力。然而為咗同何超蓮結婚，佢曾推咗一啲資源。一到婚後，佢雖然復出連拍多部夫，但可能因為婚姻同家庭嘅原因，喺事業發展上面受到咗一定嘅限制。兩人喺事業發展方向上面嘅分歧，使得佢哋喺生活中嘅交集越嚟越少，夫妻關係亦都逐漸變得疏遠。佢哋可能因為忙於各自嘅事業，而忽略咗對方嘅感受同需求，缺乏有效嘅溝通同交流，從而引發咗婚姻危機。何超蓮同竇驍嘅婚姻風波，俾我哋帶嚟咗好多啟示同反思。喺愛情面前，門第同財富並唔係最重要嘅。真正嘅愛情應該係建立喺相互理解、尊重同支持嘅基礎上面嘅。無論出身如何，每個人都有追求愛情嘅權利，但都要做好面對現實挑戰嘅準備。喺婚姻入面，雙方需要學會包容同妥協，尊重彼此嘅生活習慣同事業追求。生活習慣嘅差異並唔可怕，可怕嘅係唔願意為對方做出改變同調整。夫妻雙方應該通過溝通同交流，揾到一個平衡點，共同營造一個和諧美滿嘅家庭氛圍。同時，婚姻亦都需要法律嘅保護。雖然愛情係婚姻嘅基礎，但婚姻唔僅僅係一種情感關係，更係一種法律關係。領證結婚係對雙方權益嘅一種保障，能夠喺遇到問題嘅時候提供法律支持同依據。因此，喺步入婚姻殿堂嗰陣，雙方應該認真對待婚姻登記呢個環節，唔好因為一啲傳統觀念或者其他原因而忽視佢嘅重要性。此外，公眾亦都應該尊重明星嘅私隱，唔好過度關注同猜測佢哋嘅婚姻生活。明星都係普通人，佢哋亦都有自己嘅感情同生活。過度嘅關注同猜測唔僅僅會俾明星帶嚟唔必要嘅壓力，亦都會影響佢哋嘅正常生活。我哋應該以理性同客觀嘅態度看待明星嘅婚姻問題，俾佢哋足夠嘅空間同尊重。何超蓮同竇驍嘅婚姻風波雖然充滿咗波折同爭議，但亦都令我哋睇到咗愛情同婚姻嘅複雜性同現實性。希望佢哋能夠通過呢次風波，
更加珍惜彼此，解決好婚姻入面存在嘅問題，重新揾返曾經嘅甜蜜同幸福。同時，亦都希望我哋每個人都能夠從佢哋嘅故事入面吸取教訓，喺愛情同婚姻嘅道路上面行得更加穩健同幸福。